来固定咱的价格有一位采油的金融做出点咱有一只咱采油的新货这新货会判断真水咱在个捌看到咱到二楼来参观观看这新货判断咱是那种非常欢迎咱各界今仔下一年非常感谢您，谢谢。从那个岐山客运总站北上，大概5分钟就到这里了，可以走南二高，往前寮往南，再往屏东方向，然后再往岐山，岐山大概5分钟，再往北。因为高雄猎人现前攻对面实践大学。